来关心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甲作战小组的主席伯格曼带下党派的议员来咱台湾访问，昨昏因是去总统府拜会咱总统蔡英文。伯格曼讲，希望台美会当做伙发展海上战略来对抗中国。也若未来的副总统萧美琴是结束欧洲的行程，返来台湾，伊表示未来伫外交事务啦，清德希望伊会当发挥伊的专长。结束欧洲行返来台湾，中国总统萧美琴的第一个公开行程是受邀参加国际论坛开幕。在2个多月前，这个赖副总统曾经跟我在讨论未来我可能会面对的情境，他念了5、6个单位，会邀请你参加一些具有跟国际连结、具有知识性的论坛。萧美琴讲，准总统赖清德未来在外交事务会予伊有发挥，亲像是切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和特种作战小组的主席伯格曼，空特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诺格斯，和众议员潘尼达的下党派访团低调到台湾，特别除了跟蔡总统嘛，和政府总统当选人大小会面。3亿美元的无偿军事融资，这对整个台湾的国家安全或是台海的和平稳定都有莫大的贡献。非常期待未来台湾能够持续得到美国的支持跟合作。Taiwan is a key U.S. partner in the Indo-Pacific. This includes a strong Taiwan maritime strategy and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on shared goals to counter China on their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actions in the region. 伯格曼特别强调，希望台美做伙发展海上的战略，对抗中国威胁。毕竟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特别报告内面认为讲，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和防止全球战争的爆发顶悬，台湾是真重要。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最近第一摆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通话时阵，嘛重新维护台海、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